阮捌的宝贝，王彩摕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读国中了后，逐工都有济济的考试咧等阮，压力实在真大。毋过我犹原足爱去学校，因为遐有我喜意的同学，会当陪我上课，陪我开讲，佮陪我佚佗。其中有一个众人疼惜的宝贝，互阮班加添真侪快乐的代志。阮班有一个真特别的同学，伊生做圆圆，面毛啊红呢红呢，性地温和，无啥物脾气，看着就是真古锥的型。伊真五人，大家拢真疼惜伊。毋过，伊得到一种爱困症，事上上课上到一半，无张离就困去啊！大家三不五时就爱甲伊叫精神。伊就安尼定定正做阮班讲笑课的题材。伊的功课袂歹，同学均算笑讲，是毋是周公伫梦中甲你补习？无，哪有法度愈困成绩愈好咧？会记得头一回上英语课，伊阁无说字，困去啊！英语老师是出名严格，阮拢毋敢抓伊受气。但一声害啊，上课竟然困去，真正是无爱命。当老师足受气，甲伊叫起来的时，全班念啾啾，教室内底的空气熊熊震动，大家拢毋知要安怎才好。这个时阵，伊竟然用一种真无辜的表情看老师，老师看一个，要受气也毋是，要骂也毋是，落尾老师听同学讲伊的代志了后，就准拄煞。这个宝贝为着要互家己莫困去，嘛是步数真等。有一摆上课，伊阁困去啊！阮甲叫醒了后，伊足自责，家己安怎阁困去？为着要互家己清醒，伊竟然用头壳争倒啊！大家看到，惊伊受伤，赶紧甲伊阻挡。更加含的是，伊竟然想要用气托啊，甲目睭皮剃掉咧！我真正输伊忝忝。阁有一摆，英语老师听阮讲，伊上第二课竟然规节课拢无困去，就在骗声讲，是毋是
地理老师较水，所以你才无困去咧。啊，我敢有水？这个时阵，伊煞歹势甲规个面红讲讲。毋但安尼，别人参加技艺班，毋是因为兴趣，就是因为功课无够好。伊参加技艺班，竟然因为遐定定有物件通好食。一目呢，国中的生活已经过一半。伫即个充满升学压力的环境内底，有即个宝贝甲阮同齐行，互阮的青春的岁月加添一寡趣味的记忆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